算讲会是两个时候，正好是做朋友嘛。朋友会时候，这个人会伊在做的生意做得就厉害啊，一个就正好无咧做啊，无咧做的时，伊会在想啊，讲你应该做多一项啦。做多一项的时，即讲外行也会知嘛，就对遐个唔敢啦。讲你自己做啦对时若是不接力啦。生理方面也是经济方面啦，然后较欠亏啦，你在做啥啦？个朋友咧多咧嘛，就咧做啊。做的时做了说应该足顺遂啊。生意是讲越做越兴旺啊。越兴旺的时时间也有关系啦，就无法度咱两个搁再一直亲密落啦。伊既无亲密开以来，伊就距离就分较远啊啦，较远就较无咧联络啊啦。这个朋友这个啦，伊做的生意就普通一样价安尼啦，钱也无通计多啦。这阵也我来参伊店，是差伊真远啊啦，差伊真远，再搁同前的苏湾区啦。苏湾区就一段时间，亲像讲无联络啊啦，无联络啊，这个朋友就是讲，我这个朋友，咱报伊做职前，搁互伊的时，亲像讲大汉钱，这阵才常常分开去啊，无联络的时就亲像讲，写一看来，就写就讲，当时若无法度倒落倒差啦。然后佮其他日就动开啦，安尼啦。写的时，伊是无码字写呀，无码字看起的时啊，唔捌个人，现在是看英文啊，看英文要睇就无意思啊。读无码字就知影。伊这个对方这个朋友啊，这个伊就是像唔捌一写写。这是啥字啊？就去请人看，大学生嘛看唔捌啊，看唔捌的时，唔知这个，无就给他拜登啦，无去看卖，这是啥字？无去看，这罗马字啊，罗马字是写啥呀？伊甲讲啊，讲伊写是啥啦？当时若无法度倒落倒差啦，然后佮其他日就动开啦。安就好啦。无需要多谢。这个朋友是怎样的？讲写这种字啊，就是爱无互人知啦。那这韩文，你看就知啊。若有人去问伊啊，真迄种，我这生意是我较早一个朋友叫我做啦，那为什么不接袂人？伊也无亲像讲要帮助我啦，就这个消息家己传啦，传到互这个写的人知影，伊就这个人就还佫有念及讲伊较早的是啥款，伊就开始阮接我啦，就是安尼啦。